继续来看台南归仁的公有市场，有提供地下停车场，互来买菜民众也有菜贩啊会当方便停车。不过，却是有一台无挂车牌的车，已经停伫遮3个月时间啊。虽然有打广告，不过到搭要是无人来甲这架车驶走，嘛影响来遮停车的民众的权益。因台南市市场处强调讲，后礼拜会去遐做会勘，而且确认车主的身份。若是超过期限，拢到搭也无驶走，就会直接甲这架车拖走。台南归仁区公有零售市场，礼拜一透早来买物件的民众是真多，车辆嘛多。不过近期民众发现，原本提供买菜民众停用的公有停车场，所有一台车辆登记占用其中一个停车位，影响民众的权益。那如果说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停车场，这样就不用。对。那如果说是像他们一般市场都只有半天嘛，那半天之后，那就可以开放给民众，就使用者付费这样的。影响到大家的权益，像这种行为不可取。因为1999嘛，他得等来阮家家己处理啊。系啊。啊，即摆变咯。即摆就是阮嘛是，即摆嘛唔知要安怎处理啊。详细看车辆的前后拢无挂车牌，规台车看起来真太高，一看到已经知影停真久。虽然管理单位是有打出告示，要求车伫限期内驶走，不过已经是打了3个月尾，车辆小港搁停伫停车场内面。对此，台南市市场处是呼吁民众都要有公德心。市场设立公有停车场的目的，主要就是方便消费者购物跟摊商营业的使用，请市民朋友不要长期占用。另外，民众嘛烦恼，敢有可能是擦拉车，或者是车内敢有放啥物违法的物件？啊，面膜的公有停车场，敢会成为治安的死角？伊市场处是强调，下礼拜将会会同警方、交通局、监理单位来会勘，确认车主的身份，市府嘛依法来公告，超过期限就会拖掉。记者王正云台报道。